请问番茄台语干妈咪这个词的源头，其实跟外语有关系。你敢知影？伊是跟菲律宾还是印尼有关系咧？来，你10秒的时间。干嘛咪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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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唔知一会使发救人哦，但是要星期4、3，来，印尼，哦，你确定？无确定，你知影印尼的安怎讲吼？唔知。啊，不过就是干嘛咪？其实听看的，拢写菜吧。干嘛咪？干嘛咪？干嘛干嘛咪？咪？干嘛呢？干嘛咪？啊那菲律宾菲律呢？宾的看不到，他们都番茄，看不到，唔知所以你无要救人，你家己想就对啊。不要紧，我都是直觉。直觉，嗯，好来，咱来看者，紧张啊印尼对唔对？嘿，所以拄啊好这个词真趣味啦，因为菲律宾哦，以早是西班牙的殖民地，所以这个词其实是先去受西班牙的讲法，才搁转迄个菲律宾在地有一个西部迄个所在的迄种地方的语言，伊迄地方语言甲西班牙语要我就讲达马蒂安尼。